向啊，目前感染源也唔知影。凤山有一家伙3个人19这个读幼稚园的囡仔呢出现发烧镜头，送去病院一个采检，结果是阳性。追踪因老爸老母了，发现讲规个伙仔拢去围着。高雄市长陈其迈进前有开防疫记者会，有做说明。这个幼儿园的部分，我们也安排联合医院进驻到这个幼儿园来进行采检。那我想各位在媒体上也看到，说那在那里我们设了一个筛检站，都由联合医院进驻。那总共79人的部分。同学的密切接触由一位家属来照顾者同步的住到防疫旅馆来进行隔离。高雄市政府嘛宣布讲，将这个幼稚园内面79个师生送去隔离，并且规定讲每一个囡仔家长会使派一个入去陪伴，入去这防疫旅馆隔离。并且到目前为止，上新的消息是有77个人初步的采检结果拢是阴性，是讲都要等 PCR 的结果。那这个高雄市卫生局嘛已经派人到为着病这个工作，这个高雄港码头34号对相关的人员进行采检。